山道如蟒蛇般蜿蜒向上。我仰頭一看，天橋延伸到山中的遠處，旁邊鬱鬱蔥蔥的大樹掩映了遠方的校舍，樹木的枝椏纏繞在樓宇的外牆，生機盎然。河面被分成一格格大小不一的魚塘，仿如被切割成不同幾何圖形的鏡子。一艘小小的環水道到岸，淺色的沙漠輕輕吹開。繼續往下看，偶爾還會看見墨綠色的草地，俯瞰整片倒映着天色的魚塘，不自覺地令人十分放鬆。街道兩旁的店鋪都放滿琳琅滿目的古董瓷器、黑膠唱片、70-80年代的撥輪電話，讓人仿如置身於70年代。這片美景的缺口，就是近在咫尺的高樓大廈，一幢一幢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與男生圍比鄰而坐，逐漸吞噬了廣漠的美景。我走近細看，發現屋頂是以彩油瓦片鋪設的，上面有很多精緻的雕塑，為這間小廟添上一份氣勢。我步入魯班廟，看見兩旁均有壁畫和陶塑浮雕，內部正中放了一尊魯班先師像，香爐內插着幾炷清香。與文武廟一樣，廟裏四處吊掛着長燃不息的線香，但這裏卻多了一份人情味。身旁的路人步履急速又細碎，冷冽的風刮來，吹起他們衣服的下擺，他們卻無暇理會，似是沒有閒情逸致在此地停留。以往安排學生進行戶外考察嘅活動嘅時間呢，其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我哋呢個計劃其中一個好重要目的呢，係希望可以將戶外考察帶入課室，將 VR 教學呢融入中國語文課程，透過 VR 技術促進學生中文寫作技巧，做到觸景生情。計劃嘅主要受惠對象呢，係我哋參與計劃嘅12間中學嘅師生，人數大概6500人。另外，計劃嘅平台呢 EduVenture VR 同埋所製作嘅教材呢，都係開放喺全港中學使用嘅。同時喺計劃期間呢，我哋亦都舉辦咗多個教師培訓工作坊啦。呢啲工作坊呢，亦都係開放俾全港嘅教師去參與嘅。就統計而言呢，總受惠人數大概2萬人。教材方面，今次最特別嘅當然就係 VR360嘅實景圖片，令同學片刻間就去咗鴨寮街、西貢海岸或者屯門河。但係設計有趣嘅題目都好重要㗎，例如習作裡面給海洋公園的一封信、給華富村瀑布的一封信等，都令到初中同學可以對景物生情，真係唔止一副 VR 眼鏡咁簡單㗎。今次嘅地景文學係喺數以百計嘅香港文學作品裏面挑選出嚟，形式同埋涵蓋範圍都好廣闊。但係最重要嘅係呢啲作品嘅角度唔係淨係寫風和日麗、美景出遊嘅心情，亦都有對社區變遷、民生狀況嘅反省同觀察。結果同學出嚟嘅作品令人相當驚喜。呢一種驚喜，我會稱之為寫地方同埋寫地方感嘅分別。日常嘅創作課，我哋會較重視詞彙、修辭技巧、文章結構等等，但係觸景生情就先以360度嘅代入感，震撼課室裏邊嘅同學，勾起佢哋嘅好奇心同觀察力，然後再觀摩名家對同一地點嘅寫法，出嚟嘅成品就有與別不同嘅效果，而過程中亦都自然學到種種語文知識。而另一方面，語文老師喺課堂上邊常常提及要觸景生情，但係喺課堂上邊，學生難以見到真實嘅畫面，以致未能學會如何觀察社區、認識城市。即使我哋有機會舉辦唔同嘅文學散步活動，往往只能夠帶少數嘅學生外出，實在係好可惜。而喺我哋嘅 VR 計劃當中，學生觀察 VR 嘅時候，猶如置身其境，
令佢哋能夠捕獲更加多嘅地貌同埋人物活動嘅細節，令到佢嘅創作更加能夠具體咁樣呈現畫面，更有真實感，誘發更深刻同埋內在嘅體會。以前我寫作嗰陣，成日都淨係識得跟住情節嘅發展嚟寫，所以我對於景物嘅描寫都草草咁帶過咗，忽略咗好多細節。響利用咗 VR 教件之後，學生透過反覆嘅觀察，可以深入咁樣了解描寫對象嘅細節，並且會聯想到聲音、氣味同埋動態，從而作出一個細緻嘅描寫，讓到文章係更為豐富同埋具體嘅。當我專心咁沉浸喺呢個環境入邊，我就可以發現到好多特別嘅細節。我再喺老師嘅指導下，將呢啲有趣嘅細節寫落嚟，咁樣我篇文就變得細緻咗，想描寫嘅畫面亦都具體咗。我多數都只喺自己居住嘅地方附近活動，對其他嘅地方都唔太熟悉，甚至從未到訪過。咁響參與計劃之後，佢哋有機會仔細觀察平日比較少踏足嘅地方，並且對照作家眼中嘅景貌同自己腦海中嘅印象，可以發現香港唔同地方獨特新奇之處。繁忙嘅石屎森林中，懸坳幽靜嘅郊野鄉村，發現到自己平時忽略嘅城市社區細節，睇到唔同人有唔同嘅生活方式，令我開始想像城市同人之間嘅聯繫。我發現自己比以前更加關心同埋更加鍾意社區嘅事物。學生比對文字篇章同虛擬實境，自然會開始反思社區文化。喺參與計劃之後，學生嘅構思唔再停留喺單純嘅景物描寫，而係開始發掘呢個地方獨特嘅人情風貌，同展現自己對社區嘅睇法同關懷。以前寫作，我會以細描當地風景作為目標，甚少諗到其他意念。到依家，我對照課文同埋虛擬實境之後，開始聯想人同埋地方嘅關係，描寫變得別具意義。景物嘅變遷反映居民生活模式嘅改變，同時亦令我反思香港城市發展背後唔同價值嘅優次。學生喺觀察金色變化、觸發情感同想像嘅時候，其實已經係喺度思考緊社會同文化嘅價值。咁樣寫作就成為咗分享自己見聞同感想嘅工具，達到為情而造文，更加能夠投入寫作。語文、文學、生活三者係不可分割。計劃以創新嘅方法，將教學與真實生活聯繫，培養學生嘅生活感知，發現社區嘅點滴。呢一啲係語文教學嘅價值所在。另一方面，計劃亦都針對語文教學嘅一啲具體困難，提供咗輔助同埋嘗試，既加強同埋優化咗中國語文教育嘅效能，同時亦都開拓咗更多更新嘅方向同埋可能。希望喺計劃嘅第2期，團隊能夠借助科技，讓學生對生活同埋周遭世界有更真實具體嘅感知，將我哋嘅學生帶到更遠嘅地方，讓學生喺課堂入邊透過文本同埋虛擬實境打破時空嘅阻隔，探索社區，甚至走訪世界不同嘅角落。